玩意儿啊？送人的。那个不是你的，你的在这儿呢。这个是谁的？我的。你是粉丝啊？我听说你们能对付前女友吗？我们这里呢，不是对付前女友，是促进姻缘的。都一样啊。哪儿一样啊？对付前女友就是拯救姻缘，啊，前女友是阻碍幸福的最大劲敌啊。有道理。怎么了？你前女友现在阻碍你跟现女友的发展了？我没有女朋友啊，只有一个前女友，但是不清除她，不仅没有女朋友，还会没有工作。先生，我再重申一下，我们这里呢，第一，我们不清除前女友，我们只促进姻缘。我们这一帮人怎么能欺负一个女孩呢？第二，我们是开价，我绝不还价。说说你前女友的状况吧。长袖，9月的北方。易到华北区广告投放。华北区广告投放。建设路130号如梦商场 ，over。爽吧，爽不爽？你说爽不爽？当然爽。不让拍照啊！不让拍照！好，拍。他弄了一个什么吸星饭联盟的一个主机，每天都有和黄希文进行追逐，神出鬼没的出现在我们任何出现的场所，那简直就是公安机关抓犯罪分子的机器人啊！天网恢恢呀！太厉害了，当匪徒太可惜了，他就应该去公安局当警察。他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才认识的，谈着谈着就变成恋爱关系了。其实我对他还是蛮支持的，很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，啊，可惜他对黄希文越来越疯狂，没有办法我才分手的吗？我以为他从我这里得不到黄希文的消息，他会有所收敛，可是没想到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找到他，加入他们的组织。反间计，使用美人计。哎，不管什么计啊，反正你们又没有什么人气，不会有人关注你们，你们是最适合的人选，明白吗？这事儿不能硬来，我们得找到跟你前女友结盟的方式。什么方式？你前女友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啊！我们呢对她简单的规劝已经是不顶用的。我们想要彻底的停止她对你们进行的骚扰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找出她骚扰的方式。所以，我们作战方略就是真正的加入黄思文的私生饭，知己知彼，百试百胜，是走一步看一步。
还有10分钟。这世界上最讨厌的就是女人。怎么还2、3天了呢？私生饭是那么好当的吗？这不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吗？关灯，重来。玩儿呢？哎，干嘛呢？真夸前女友啊！拍照是吧？进来吧。来吧，准备拍吧。拍。哎，等等，我这边脸好看，拍这边，拍这边。那个大明星，咱们这是偷拍。偷拍怎么了？偷拍也不能把我拍丑了呀。哎，那个耍猴的啊，那么乱，你拍它干嘛呀？把它收拾干净再拍。他让我给他收拾，能不能服从命令？能。勤奋啊，快一点呐！你都把衣服收拾一下，你叠好再拿过去嘛。哎，我再给你打个光。哎呀，不要乱，你叠好等吗？你这么直着就对我拍了，就是了嘛。从下边往上拍，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透过我的头发拍出熟睡的婴儿感。什么叫做婴儿感？就睡得跟傻子、傻孩子一样的感觉。啊，你快一点嘛！怎么还没反应啊？是不是咱们的照片不清楚，人家看不出来是黄思文的东西？不能吧？他那些东西平时不都在身上的吗？别着急了，我们的东西都是干货，我就不相信他们破东西。加了，加我了！姐夫，我觉得以后这种不太靠谱的地方，我们还是带上林贝贝吧。这个手机信号都没有，定位也定不了，万一出什么闪失怎么办？所以我才穿了跑鞋，专业训练的那种。思文是什么？是不一样的烟火，是前世的因果。跟我来吧。这是入会前的基本测试，在茫茫人海中能够辨认出自己的爱豆，是一个粉丝需要具备的基本才能。在这里面找出哪个是黄思文。第一排第3个，
第3排第7个。这里面没有一张是黄思文。真厉害！这技能外婆从小就给我培训过。姑娘脸上几个痘，男孩脸上的胡子是怎么刮的，我一眼就能记得住。一个黄思文，分分钟。啥时候也培训培训我？哼！我可以见会长了吗？恭喜你们入会。谢谢，历史性的一刻。好了，我们来说点正事儿吧。根据我的线报说，黄思文近期的行程非常的紧密。不过，我已经拿到了他近期见面会的 VIP 的票。只是活动的安保十分的森严，而且我们在座的所有人，在他住的那家酒店都已经是挂过号的了。我们只能和他做到面对面，可是却无法冲破防御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好好的讨论一下。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欣欣向黄，专门来这儿拜访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光芒万丈。其实我们想拿到他的物品和照片，单单是参加见面会是不够的。怎么说？就是我们要深入加入到见面会里面，成为工作人员。可是我们临时的加入到工作人员里面是不太有希望的，除非我们内部有关系。说来也巧，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次的主办方。那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和他近距离的接触？说不定还有更亲密的接触。据坊间传言，思文的腰部有一个纹身，好像是和网红悠悠是同一个情侣图案。可否拿到照片？如果我拿到了这张照片，我要求当会长，副的